出来关心有关总统蔡英文的消息。总统蔡英文出席全国客家会议甲客家贡献奖的颁奖典礼，伊颁发终身贡献奖予医师朱振英甲新乐馆前馆长林光华。总统讲，伊会办理全球，也就是全世界头一届客家博览会，嘛用客家人有关刻苦耐劳精神，拼经济、护主权。客家话无分太客家希望。 蔡总统讲客话，参加客家贡献颁奖典礼，不过主角不是伊，是两位终身贡献奖得主医师朱振义甲新德馆前馆长林光华。另外，也有艺术文化研究等类别的杰出成就奖得主，蔡总统一个颁奖。台顶致辞，蔡总统嘛讲的，提出客家发展计划，和客语回到生活中，嘛有讲到客人坚强的精神。我们会继续用应景的精神来拼经济、护主权。 顾大家的生活，能力强下来达标，强下来天数，希望开启吧，安之谁？总统民调持续大幅领先，对选情有没有信心？总统有人说图书馆找不到你的论文。面对面调解论文争议的问题，一早行程满满的蔡总统就露出笑容，无回应，赶紧就车。